好，大家 hello 啊，又係情人節，咁我就想再介紹多一套愛情片俾你哋睇睇啦。呢套係一套愛情嘅動畫片嚟嘅。呢套片嘅英文名呢就叫 Corpse Bride， 中文名就叫做怪誕屍新娘。呢套片呢就由呢個 Tim Burton 大導演執導，咁配音員有呢個好出名嘅 Johnny Depp 啦，同埋呢個 Helena Bonham Carter 嘅。好，例牌都會俾啲分數俾套電影嘅，咁啊最多10分啦，我就會俾7.5分俾呢套電影嘅，因為故事都比較新鮮啦，因為我以前係未睇過咁樣嘅故事嘅，咁入邊啲畫工咧都幾特別，故事都好離奇，都幾得意嘅。好，咁啊先講解呢部電影嘅故事先啦，咁關於就兩個家庭嘅，男主角咧就叫 Victor。咁佢個爸爸咧，即係或者佢哋家族咧就係賣魚嘅，就好有錢嘅。咁其中一個女主角咧就叫 Victoria，咁佢家族咧係呢個名門望族嘅，但係就沒落咗啦，就冇咩錢嘅。咁其實兩個家族咧都各有所需。Victor 嘅老豆嗰個家族咧就有錢，但係冇名望；另外 Victoria 嗰個家族咧就有名望就冇錢。呢啲咧就叫做各有所需，所以兩個家族咧就一拍即合啦。呢部電影最搞笑咧，就因為男主角 Victor 咧就好怕醜嘅，所以咧就每次佢哋練習呢個婚姻禮儀嘅時候咧，都出醜，又唔記得咗嗰啲婚姻嘅應該係點樣盟誓啊，或者嗰啲禮儀係應該點做嘅，所以咧佢就決定一定要練好佢。為咗練好呢啲婚姻嘅禮儀，咁佢就跑出去個森林嗰度，一個人獨自去練習啦。因為佢比較緊張，所以喺森林得佢一個人嘅時候咧，就會比較好啲。咁佢練咗好多次之後呢，當佢練到最後一次最成功嘅時候，就將隻戒指呢就戴上去一個樹枝上邊。奇異嘅嘢就發生啦，嗰樹枝呢，即好似手形嘅樹枝呢，就變咗隻人手出嚟，跟住有個人就喺土地咁彈咗上嚟。定神一睇，原來係一個鬼新娘。咁呢個鬼新娘咧就帶咗 Victor 咧去一個鬼世界，咁就喺嗰個鬼世界咧就會發生好多奇異嘅事。雖然係一個安排好嘅婚姻，但係佢未婚妻 Victoria 見到佢咁耐都冇翻到嚟咧，都好擔心，走去揾佢。咁後事如何呢？Victoria 可唔可以帶翻佢嘅未婚夫 Victor 翻嚟呢？還是會有啲咩嘅結果呢？咁就要睇呢套電影先可以知道後邊嘅劇情啦。呢套片咧仲有一個高潮嘅，我覺得係非常之精彩，就係當男主角 Victor 同呢個鬼新娘 Emily 彈琴嗰時候，嗰首曲叫 Piano Duet， 哇！嗰首歌咧就好正嘅，所以我就覺得呢個係非常之精彩。咁亦都仲有一個謎團咧，就係邊個殺死 Emily 呢？ Emily 又好慘喎，因為其實佢喺佢結婚嗰日俾人離奇咁謀殺咗嘅。話咁快時間就到啦，希望你哋中意呢段片啦，希望你哋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好，我哋有機會再見。